要想真正了解陈氏太极拳，最好能到它的发源地河南温县陈家沟村去看看。太极拳在陈家沟是妇孺皆知，人人皆练，全村2000多口人中，会打拳的竟有1400多人。78岁的陈振文和77岁的陈旭才，虽已鬓发斑白，银须飘洒，每天仍在坚持锻炼。陈家沟的娃娃从小学2年级就开始学拳，不少孩子的家长都是太极拳的高手。祖传的太极器械，在陈沟会使唤的有900来人。社员陈启旺一家10口，就有8口人会练拳舞械。二女儿陈桂珍打起拳来，姿势舒展大方，动作刚劲有力，功夫真不错呀。像这样的太极拳之家，在陈沟为数还不少。陈兰如他娘都快70了，还不服老。她耍的这把春秋太极刀，又叫青龙偃月刀，对，是3国年间关云长惯用的兵器。瞧他，劈、砍、撩、抹，又抽又斩，虎虎生气，真个威风啊！他18岁那年，在开封打过擂台，10几天擂台打下来，竟无敌手，被陈沟人争了光。据记载，从陈氏始祖起，陈家就有习拳练武的传统。传到明末清初，陈氏第9代的陈王庭，他是明末的战将，拳艺精通且学识渊博，在河南、山东一带很有声望。晚年，他隐退家乡，苦心钻研拳术，教授弟子儿孙。他依据我国古代医学原理和哲学中的辩证思想，并吸收了当时名家拳式，创编了一套我国最早的太极拳，就是流传至今的陈氏太极拳。自陈王庭之后，陈氏太极拳一直保持着家传世袭的局面，造成一种陈氏拳的神秘感。到了第14代拳师陈长兴，才将它传给了外姓人，使陈氏拳先在中原一带振起声威，而后风靡全国。打那以后，才有了杨氏、武氏、吴氏、孙氏等太极拳流派。陈氏太极拳世代相传，名师辈出。而享誉当代武林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陈家沟陈氏第19代传人陈小旺。陈小旺就是40多年前名震北京拳坛的著名拳师陈发科的嫡孙，父亲陈兆旭也是武林高手。小旺从8岁起练拳，深得家传之奥妙。他曾3次在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上获得过金牌。要说是将门出虎子，那真一点儿不假。陈氏太极拳素以连绵拳独树一帜。
此拳有刚有柔，刚柔相济，续发相变，快慢相间。这也就是陈氏太极拳最大的特点。陈小旺的拳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，行家评论他的拳滑如泥，黏如镳，外似棉花，内似铁，动如流水，静如山，各方面都具有陈氏太极拳的传统风格。如今，陈氏拳中由松入柔、运柔成刚、虚实结合、连绵贯穿的原则，也被其他流派所采纳。而跳跃、跌叉、腾空、震脚和发手于外的刚劲，却是陈氏太极拳所独有的。陈氏太极拳从古代打到今天，从中国又传到国外，陈家沟呢也因此闻名中外，成了举世瞩目的拳乡。每年都有来自国外的客人到陈家沟学艺，一到这个时候啊，小小的村落可就热闹起来喽。在陈家沟，太极拳以它防病治病、延年益寿的作用，使人们身体素质普遍增强，社员群众精力充沛，一个心思搞生产，粮食连年获得丰收。平时，陈家沟人常说这样一句话：喝口陈沟水都会翘翘腿。今天耳闻目睹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陈小旺今年37岁，却已飞升拳坛，门生满座，弟子成群。国外经常有人慕名而来，想从他那儿获得陈氏太极拳的真功夫。这个日本太极拳学习团已经是第3次来中国了。他们当中，有的人太极拳已经打得不错了，可一想到国内还有几十个徒弟等他回去传授，那还得努力跟老师学扎实一些。武田星子对学太极拳简直着了迷。他4次来这儿，为了学拳，几回推迟了婚期。日本客人对太极拳的使用法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